自去年底到今年秋季当中呢，这猪仔走肉是当咧流行，所以这育生率有受到影响。目前这猪肉是真欠。以云林肉品市场来讲，最近这猪仔拍卖呢是减300只，差不多是1成外，而且呢，10公斤今嘛已经超过100块啊。所以农业部是出手来协调，决定讲今仔日全国肉品的市场先休困一日来营业。肉品市场内是空啰嗦，无咧拍卖猪仔，因为年初猪仔流行性放利均价，致使猪批破片育成率降低。最近全国各地拢严重欠猪，农业部各肉品市场业界协调，全国的肉品市场第30休市一日。从年初到目前，今天是第一天，中央政府采取就是增休、停止拍卖。近期的猪源不足，所以严重影响到全国的拍卖量，全部都下降。云林肉品市场表示讲，依照云林肉品市场一日拍卖2400只猪仔，不过最近敢若剩2100只，差超过1成，致使拍卖价1公斤超过100块。为着要做调整，肉品市场第30暂时休市一日，一般的肉店是第30日休市一日。云林现在目前还是不够，而且又价钱比较贵，还是一样啊，因为我们在做生意，就是比较少吃一点，比较少吃一点。对啊。好。云林肉品市场讲，猪仔成长期大概7、8个月，搁再热人原本猪仔就因为天气烧热食袂落，大了较慢。若7月的风台水灾致使中南部有猪条害去，加减嘛影响猪仔供应。有果爱等到9月了后，猪肉的供应再慢慢恢复平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